650，大熱暫時顯示係1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快閘嘅馬咧都好多隻平排喎。時間寶紅衫係中間快嘅，出邊有心意啊走上去喎。第3電信驕陽埋邊進佔第2又上啲咯喎，入邊攝上啲個風雲，而出去中外檔有金鑽精靈，最出嗰邊有焦點啊，偷入邊上有灰馬嘅龍佑生同埋桃花多，最後200零米啦，時間寶放到順晒啦，擠離咗最少有2個馬位啊。電信驕陽喺呢個第2位，中間呢追上嚟嘅馬有呢隻風雲啦，灰馬龍佑生出邊追啦，外邊位置仲有隻焦點啊，最後100米到啦，時間寶擺咗喺前面走，一放到底，第2名呢，好近啊，埋邊電信驕陽追上嚟嗰隻呢，就龍佑生，第4名出邊焦點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咁啊頭場啦，時間寶擺咗喺前面，一放到底啊，第2名呢，追上嚟就勁啊，龍佑生埋邊頂唔頂到呢？電信驕陽第4名出邊係焦點。好啦，恭喜晒時間寶啦，段快翻嚟都一放到。